有愛貓團體今日舉行領養活動，希望減少香港流浪貓嘅數目。曾穎欣報道。1個月大嘅朗朗第一次見到咁多人，當然要發揮佢嘅貪玩本色。文靜嘅藍藍雖然失去雙腳，但同樣咁得人中意。香港群貓會喺一間咖啡室舉辦領養貓隻活動，30幾隻流浪貓經過義工照顧之後，透過活動揾新嘅主人。咁睇啱咗嘅貓仔咧，都唔係即刻可以拎翻屋企㗎。咁主辦單位話咧，由睇貓啦到幫佢篩選主人，大概要3個星期。咁當佢揾到合適嘅屋企人之後咧，咁就可以翻屋企啦。我覺得係一件好事嚟嘅，可以 make sure 啲主人會愛錫啲貓貓。貓會嘅負責人話，透過網頁、電郵同埋義工宣傳，令到好多人知道今次嘅活動。但係最困難嘅係揾地方舉辦呢類活動。開立我哋自己嘅會址啦，咁啊係一個最長遠解決到嘅問題，就唔需要再去出去租借場地咁樣。我哋會嘗試同政府申請一啲funding啦。團體希望籌到更多嘅款項，最少每季舉辦1次嘅領養，令到更多嘅流浪貓有家可歸。亞洲電視記者曾穎欣報道。